好，最后一位分享者是一个我伫大学熟识真好的朋友，伊是伫清华大学咧读册，伊即摆其实是伫澳洲，啊，伊最近去国外咧交换，我本来想讲要邀请伊来分享伊伫澳洲的一寡生活，还是讲伊拄去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毋过伊甲我讲，伊最近才拄去尔，伊感觉以后若是有机会会当才来甲大家分享伊即摆伫澳洲的内容。伊今仔日想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伊伫伊咧做国际志工的一寡经验，就是我足期待伊的分享的。又特别甲我讲，就是伊即摆其实伫国外有一段时间惊伊讲伊等下若付出一寡英文，大家可能莫见怪。伊嘛讲伊可能较罕伊咧讲台语，所以大家就是莫伤严格对我感觉就是咱即个社团拢是要互少年人来勇敢来讲台语啦，所以我感觉就是拢足支持大家勇敢来讲台语的。所以等者吼，若是伊有一寡较袂晓讲、较袂晓的事大家会当甲伊斗补充，袂要紧对我感觉即摆就是足欢喜会当来欢迎咱的张如，欢迎。好。安尼，大家敢会当听到我的声？有听到？有敢有？有，安尼清楚。好。有听到。好，就先甲大家讲一下，我是伫咧讲台语方面，我是菜鸟所以等下就请大家加体谅一下。迄英文的部分吼。毋是讲我英文偌好，我英文嘛是足烂的，所以只是讲我最近拢足需要咧讲英文，英文嘛无练转，台语嘛无练转，我烦恼等下我想袂出迄个字要安怎讲的时阵，我会讲为英语去啦，但是应该是袂啦嘿。我着尽量讲但是应该有足侪字是讲毋对的，着请大家体谅嘿。好即摆我来开始分享我伫咧做国际志工的经验嘿。这是我伫咧大学2年的时阵去印度的一个所在叫做拉达克去做志工嘿。迄拉达克这个所在较特别是，伊虽然伫咧印度内底，但是伊个所在伫咧印度的较边仔的所在，就是边仔佫有别个国家，像中国还是巴基斯坦遐对所以伊个文化。甲伫遐的人，就是甲印度这个所在，就是足侪真侪竞争嘿所以讲迄个时阵要去的时阵嘛是，搁爱申请足侪文件的嘿对，所以就是迄个时阵有这个机会当去遐嘛是足特别的一个经验对。接落来我就要分享讲，阮去遐做啥物代志安尼。迄个时阵我是甲学校的，就是清大的，就是去教，做教育物件。教育团教育团，嘿，歹势。对，就是甲清大教育团做伙过去，但是甲阮做伙佫有高中的学生因主要是做科学嘿对，
的教育啊，佫有台大因的学生啊，因主要是就是做医疗的学生。好，啊，阮是就是大家做伙去啊，做伙就是做无共款的代志，无共款的工课安尼，嘿，啊，阮迄个时阵去遐啊，去服务的所在有无共款的学校，啊，主要有即三个，啊，阮主要是住伫咧食米养，嘿，这就是英文，无法度食养即个学校，啊，就是主要就是去这三个无共款的学校啊，头拄仔无共款的团体，阮有无共款的工课踮遐咧做，啊，所以讲像台大因主要就是做医疗啊，甲卫生，甲有关的代志，像甲因一寡生活中啊，要安怎像滤喙齿啊，还是讲受伤的时阵要安怎处理，啊，嘛有搁较专业的像讲，为虾米阮会头晕，为虾米会晕车，还是讲，就是有一寡甲阮身体健康有关系的一寡物件，因就有甲因教，啊，因嘛有帮遐个人做一寡身体的检查，对，啊，即个部分我就参加较少不是，因为这是因的专业安尼，但是有诶时阵会帮因整理一下资料，就是因检查了后，迄个资料阮就会斗相共帮因整理安尼。啊，搁有这是做，就是一寡科学游戏，就是有设计无共款的课，互遐个囡仔会当足侪款的知识。地势哦。哈？你是讲地势是吧？知识是不是？嘿对。哦，地势啦，嘿，地势。地势，多谢。佮有 S 是科学，T 是技术，E 是工程，A 是艺术，M 是数学 ，STEAM。对。补充。多谢你的补充着，就是迄是就是伊头拄讲的迄个，我记袂起来，科学 S 是 science 科学啊 ，T 是技术 technology 技术 technology 啊 engineering 是工程啊艺术 art 艺术数学数学数学 M 多谢嘿搁有这是主要我去做的代志，就是阮用迄虚拟实境我袂晓讲，就是对，就是 VR 安尼啊，做一个环境的教育啊，嘿，对，就是互迄小朋友用用迄个设备去看物件啊，像有诶囡仔因无看过大海，啊，阮就用即个 Google Box 啊，甲手机啊，因就会当为内底啊，敢若真正伫咧海内底共款，啊，会当去熟悉一寡伫咧海内底生物啦，你要讲生物了，动物，对。啊，搁有另外一个就是 Scratch，就是一个会当
甲清晰的听息清晰的，哦， ，scratch 是迄只猫啊啦，嘿对，什么鸟？救命！就是有一只猫会伫遐走，迄有一个听息，啊伫遐迄啥物积木啊，一层一层安尼起起来，迄种会听息，迄细汉的时阵咧教迄种会。当教小朋友诶，小朋友会当用迄去学听息。你是讲迄个专门迄有互幼囡仔咧学迄种听息安尼啊？对，就去遐教。了解。嘿，迄个时阵为虾米会想要参加？主要我就讲应该是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伫咧高中的时阵，就有去参加过一届嘛，是国际志工。迄个时阵是去柬埔寨，就有迄个经验，我就感觉真好，就是会当学着足侪代志。去教小朋友的时阵，嘛是家己有足侪感动的所在，嘛是就是学着足侪物件，所以想讲大学有时间呢，就会当搁参加一届。第二个就是讲，因为这届是甲迄台大因的医疗的团队做伙去。我细汉的时阵，就是看一个影片啊是啥，就是迄种去战争所在做医生的人，我就感觉因实在是足厉害的。所以其实我自细汉我就想讲，若是有机会，我想要参加，甲这有较新的活动，但是我嘛无遐个专业，就是无医疗迄方面的专业，但是就拄好这会当甲医疗团做伙过去。想讲，若是会当斗相共啥物的，我就会当甲有一寡影片也是电影内底，伫咧战争所在，帮助别人的人共款，我就想讲这是一个机会。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就是教册嘛，我想讲会当趁即个机会会当训练家己伫咧教册方面的技术。OK， 所以讲到国际志工，我想讲，然后大家敢会当想看觅，你会感觉讲去做国际志工，有啥物无共款的，还是讲会拄着啥物困难的所在，还是讲就是恁会想到啥物？我家己就分享一个我感觉我家己，对我来讲，较值得分享的。值得分享的。值得分享。值得分享。捌滴分享好，我等下会做笔记。你会记起来啊？笔记。有啦，大家有甲你斗相共，拢记伫面顶。你毋免烦恼，毋免惊。袂甲你骗想啦，阮是甲你顾尔啦。我知，大家人拢足好诶。我其实就想要甲台语学较好诶，因为我甲我阿嬷抬杠诶时阵，我有话时阵毋知影要安怎讲。嘿，好，我先继续。以你即个年龄诶少年人吼，你已经讲甲足好啊。真诶，多谢啊。我对，第头一个就是我感觉去做迄国际志工有一件代志，就是阮毋知影，伫咧去到迄个所在之前，阮毋知影遐个学生到底是安怎，因已经学过啥物，还是因想要学啥物，还是因会当学啥物，搁有阮毋知影迄个学校有啥物社杯，嘿，
就是有啥物物件是阮有头用的，因为要去进前，就算讲阮有问一寡进前去过的人，但是因会当甲我讲的代志嘛是无足济，所以去到遐以后，阮可能先去迄学校看觅啊，还是甲学校的老师还是校长讨论讲因即摆是较需要啥物，还是因有啥物社陪阮会当用。啊，去到遐了后才知啊，阮可能伫咧台湾才有做一撮准备啊，但是去到遐了后，佫爱改，因为阮真正去了解了后，就发现讲本来准备的可能无遐尔啊适合，所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即个，就是我头拄仔讲的迄 Scratch， 迄其实去遐进前，阮本来设计是要教因用迄 Office， 就是 Word 啊，还是 PPT， 就是较基本的迄种。讲迄个数类软体是吧？嘿，对，本来要教迄，但是去到遐了后，就发现讲遐个老师因讲因较早可能有学过一撮遐个书软体，就是 Office 迄嘿，佫有对，就是发现讲因若像进前有学过，佫有讲遐就是阮就想讲安尼，这可能无遐尔啊适合。我就想着讲，阮嘛有学过安怎教这 Scratch， 因可能对因来讲嘛诚有帮助的，所以就想讲还是会当试看觅。阮就想要教这，但是迄是就是去到遐了后才决定的嘛，所以拢爱改过来，就是本来设计好的拢爱改过来。遐个社背嘛，就是无遐丰富，就是像迄电脑啊，伫咧阮台湾遮，若是要教这，阮就会当用迄分享荧幕，分享荧幕。我帮你补充一下，就是设备是设备，OK。因为头拄雄一听无。设备。你是头拄讲迄设备无遐十层是吧？嘿，对。因为一般这属可能咱厝无咱讲丰富啦，就是丰富之字有啦，佫咱就要用着，这样阮是讲就是较无遐无胶层、胶砖安尼啦，胶砖，较无遐济啦。对，就是因为电脑嘛无足济台，阮袂当分享荧幕。对，迄个时阵我就想着讲安尼，既然讲嘛无迄投影嘛，投影幕。对。投影的迄设备，所以讲，阮就用纸直接写字起哩。佫有因为若是会当分享荧幕，就会当直接用电脑互因看嘛。但是因为无通用迄，所以阮就用纸去加迄猫佫有键盘迄上下左右。对，阮就是用按互因看，就是讲，若是阮饲即个，若是阮甲即个饲落，迄个猫就会安尼叮当。阮嘛用写的甲伊讲，因会伫咧电脑看着啥物，佫有设计一寡游戏。你会讲游戏啦，讲游戏。对，
就是甲遮物件，就是用游戏的方式互因教因算即个游戏，因就会当了解讲这是安怎去操作的。所以讲，就是去到遐了后，才去看因的状况，搁做调整。所以讲，这是我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嘿。即个课的效果嘛是，我感觉蛮诚好，就是迄囡仔嘛诚介意，因嘛真正有家己学起来，安尼因就会当做出家己的作品。第二个，过来就是讲，他拄仔讲的设备的部分，像阮咧做迄 VR， 就是互因看 VR 的时阵，阮嘛有想着讲，本来是要用，就是 VR 的头盔伫遮，互囡仔看，但是迄一个设备就爱开遮侪钱，阮嘛袂当，就是早小坐过去，所以最后阮就用迄 Google Cardboard， 就是较俗的迄款，但是嘛是会当，只要放手机仔入去，因就会当有甲迄头盔共款的效果。迄个时阵嘛有就是一个向大家就是募捐手机就会当去到遐的时阵，就是咧教 VR 的课程的时阵，会当用大家关的手机来上课安尼。就是，但是嘛是无一个学生一台啦，就是同齐用安尼。对，即个部分就是。第三个就是其实迄是为我高中的时阵去做志工，到大学即届，我拢一直咧想的代志，就是讲安尼去帮因上课，敢会当？这是其实阮只有去一个短的时间尔。这敢真正会当，就是对因有帮助。敢会当甲。就是每一届无共款的人，去短的时间安尼，敢会当甲遮阮上的课会当就是较有效果就对啊，有效果就是连贯，哦，就是对，就是莫讲拢是乱啊，较乱的，就是讲。你说不要那么零散，是不是？对。较散嘿。较懒散呐，较懒散。对啊，就是一撮人上遮的课，一撮人上另外一款课，迄囡仔就是学一撮尔安尼。我再做一个就是迄个，你刚才是要讲，比较零散，但是没有整体，对不对？那阵若是我会讲，就是卖。确定后到就莫教遐难散，爱有系统规组安。爱有系统。我会安尼讲，大家会使来提供你的讲法，安尼你较输讲比我较好诶嘛，再提供讲。好，较有系统，嘿对，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差不多安尼，就是较有系统诶。所以讲，我感觉阮迄届嘛是无讲真正有去。改变甲足好，还是安怎？但是有一点像讲阮每一届上课了后，就有记录，就会留互后一摆要去的人，因就会当知影讲，进前是安怎做的，会当就是可能去参考嘿对。嘛是阮嘛有用这，迄个是阮。老师就是早起的360度的录影的机器，
就是若是以后要去的人，因会当用迄个设备看迄个上课的状况，尤其讲有一只迄医疗团因有一寡课是较需要操作的，对，迄款就是迄款课，就会当用即款录影，会当看个较清楚的，因为有诶时阵若是一个角度尔，阮袂当就是学生诶反应，还是讲有一个较细节诶所在，就无通看遐尔清楚，就较啥物？较幼诶所在。所以，阮老师迄个时阵嘛有，就是建议讲用即个机器安尼。这是有做一撮改变安尼啦。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参加到即摆的所有的各志工，拢是我感觉会当搁较去想看觅啊，要安怎才会当较他拄安怎讲有系统的，对，较有系统的去真正帮助到遐个囡仔安尼，对。时间的关系，有一个就是故事吧，就是迄个时阵感觉真有感觉，真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去一个学校了后，阮上课了后，迄小朋友就走过来甲阮抬杠，伊就足欢喜的，就讲老师，我要讲啥物？讲英语好啊！伊就问讲，伊就用英语问讲，头拄仔袂记你讲啊，国际志工，阁有一个问题，就是迄语言的部分，但是我感觉这就是用简单的英语，阁有一个用笔的还是啥，其实迄学生拢会当了解安尼。因就用英文甲我问讲，因就讲 Will you come tomorrow? But 毋是 but， 但是迄届就是迄天是阮最后一天伫咧迄个学校，所以阮其实袂阁去啊，所以我就有点讲歹势，就讲no and 过来伊阁问讲next week 就是后礼拜我嘛是讲 no and but 不是等一下，但是因为伊安尼问阁有因安尼甲阮看迄个目睭眼神，我毋知。眼神对所以对迄个时阵就讲 maybe next year， 因为迄个时阵我就感觉安尼我后一年可能我想要过来一届安尼，但是就好后一年的时阵就有迄疫情，所以就无法度去是真可惜的一件代志安尼。后壁是一寡较是伫遐的文化交流去体验的，我感觉无遐重要，这就先 pass 嘿。多谢大家听我足无等的分享。感谢丁友如的分享。好，下来时间会当大家会当家问问题。开始我讲比较较多者。好，请讲。因为头拄仔即位讲者就是问讲大家咧提供一块台语的发言的意见。首先我针对我听到的部分，我补充一下就是头一个就是部分，就是迄叫做部分。部分，搁一个文化是文化录音文化搁一个改变或者改变，因为
我讲改变，你头都变诶。哦，改变。啊，迄落还有建议迄头个建议。啊，你后壁这物个建议项，还是变做安尼建议啥物？你后边有这物件，就是叫做建议。你无接就啥建议安尼。啊，对诶。啊，搁有迄落，后来我会记住安尼啊，好，就是内心入去迄落问题迄落。再来换朱红请讲。朱红。我就是要来补充一个啦吼，这拉达克哦，拉达克是上早吼是台湾的2008吼2008年吼，就是2007哦，吼2007吼迄当阵吼是大吼甲阳明两间大学吼，两间大学吼，最顶去嘛是探路草啦，吼就是看叶的西藏人啦，就是伊的民族是西藏人吼，不过伊的算是国籍吼是印度籍啊吼，就是看因的这就是医药的情形啦，吼刷来吼，就是有大啊吼，搁有阳明啊，刷来搁有别间大学大学吼去办遮个健康促进的活动吼，落尾就是甲咱台湾就是较有牵连啦，吼是安尼啦，就是有阳明的教授吼，伫中间吼给牵线啦，吼，就是迄个。较早的历史是安尼啦，就是我补充一个，嘿，多谢。了解。莹请讲。我想要问讲，你遐是几工？这是头一个问题。几工包含讲你是伫遐几工，还阁有准备偌久？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要问讲，敢有迄种互你感觉？那会甲咱台湾遐无共款，就是有可能咱台湾拢感觉讲，这是真正常诶。可能比如讲啦，我嘛毋知，比如讲，可能咱逐工拢会洗喙，拢会撸喙齿，反正因遐无即种诶，也是讲文化足大，互你感觉讲，哈，原来因是安尼，伊即种感觉诶。对，所以我想要问即两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几工嘛？应该是阮去遐住2大几工，嘿。准备的时间我有点仔袂记哩，但应该是差不多半年进前，还是对半年差不多吧？嘿，因为迄是2-3年前的代志，无遮确定。我有伫咧台湾甲台湾的学生试看觅安尼就做一个准备搁去遐做安尼。嘛，大家有就是讨论，就是3个团队做伙讨论讲，阮要做的物件，要教的物件，阮就会互相讨论安尼。第二个问题是感觉无共款的所在，我想看觅我是感觉去遐教册时阵，会感觉遐的学生热情热情嘿，因足爱，就是甲你分享物件。嘿，对，就是你问一个问题，就足侪人爱。会甲你应，会举手安尼。嘿，对。因拢就珍惜，会当珍惜。拢会使。拢会使。
其他的，我想看觅。还是生活方面的？生活，我感觉就是头拄仔讲拉达克，其实甲拉达克，歹势我无甲迄台语学起来，就是甲印度真无共款的，就是遐人，你在讲啥物？生甲无共款，迄个人诶，安怎讲？人互人诶感觉啊，就是虽然安尼讲可能无足好诶，就是有诶时阵会讲着印度可能伫咧印度诶都市啊，会讲治安较无好，还是啥物诶？对查某就是较无友善。优先对，但是伫咧拉达克，因为阮要转去台湾进前嘛，有去都市，去印度诶都市，住几工安尼，迄个感觉实在是就是足无共款诶。伫咧拉达克就是就大家拢笑眯眯啊，单纯啊。对，大家拢真单纯，对，就是感觉就是真无共款。阁有啦，因食物件。诶部分，因无，因为印度嘛，印度袂食牛肉，阁有因为拉达克因阁有迄藏传佛教。藏传。我有查佛教。佛教。佛教，嘿对，藏传佛教。藏传我不知道怎么讲。那边很多种总藤佛教哦，有白了，就是对，所以伊嘛无就是有人，到底无？嘛有迄回教。回教就无食猪嘛，所以遐伫咧山顶嘛。真少，无啥物鸡肉，就是有诶时阵才有鸡肉通食，所以食物件诶时阵就是资源无真济种肉的对，但是较常常有食羊肉。哦，羊咩？就是食。对个常常食咖喱，安怎讲啊？咖喱哦，就是咖喱。因为咖喱这早就有啊，你家人也就有。嘿，对，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哦，了解。了解。大家即摆讲有其他问题，即摆时间会当开放，互大家问头拄4位讲者拢会使哦，吼。目前个张如个主家当去伫线顶吼，第一请讲。我来加吹者啦，我想要问讲，就是因为想问即款，那像就是迄种像恁即种迄落志工团去国外服务的，安那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互人批评讲。恁遮去几工，尔去遐问导游一个转来，你对即款的批评有啥物看法无？因为人咧质疑讲，敢去几工安尼，问者，对当地可能无啥物帮助，因为可能久来就袂记了，你一工甲去一遍。对，我其实我头拄嘛有讲我家己要去进前，我嘛有安尼烦恼吧，对。就是，其实我感觉我去了也是有一寡，嘛是无讲，就是有解决安尼问题。就是我家己嘛是会想为遮去，但是我甲我同学讨论的时阵就是讲，但是就是阮去遐，阮去教遐物件，阁有就是毋是阮去尔。阮去了阁有别人，就是别个团体阁去，就是。
你继续讲。就是讲，迄个时阵阮讨论，就是嘛是有，就是伊嘛是有学着物件啊，是。你咧讲啥物？我甲你斗补啦，嘿啊。其实我甲伊有讨论过即种问题，我会使甲你补充，反正你会感觉。你若是敢有要补充的，会使搁继续讲，就是感觉讲，即个所在其实有足侪人来想要来遮，就是会来遮教囡仔，啊，伊感觉讲，就是对因来讲，会当，就是连续，啊，反正因伫遮，伫即个团体学一寡物件，啊，搁伫另外一个团体学一寡物件，反正遮物件加起来，就是对因来讲，就是有学着足侪无共款、无共方面的物件。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就是迄落别人学，因所学的各方面的迄落。知识就是拄无共团体学来安尼。敢是安尼？对，我头拄有要讲，啊嘛有另外一个我真正有想到，就是可能你阮只有教一拄仔物件，像迄我头拄讲的 Scratch 嘿，可能阮教足简单的物件，啊阮嘛无搁继续教落，啊因可能嘛无。就是有只学生嘛，无别人继续教遮个物件，但是有可能有一寡学生，伊因为即个阮上的即个课，伊就开始对即个物件有兴趣，可能就是，互因看着讲有一个会当发展的，就是伊若是有迄兴趣，会当发展的机会，还是啥，就是。互因有较侪可能性安尼，较宽迄种视野的感觉，安尼对无？就等于是讲，恁去就是互因会有淡薄有一个头，有一个兴趣，啊未来完成因会佮家己针对因家己的兴趣，家己的物件，会当继续发展落去。对，但是我嘛是共款。就算讲我去啊，转来了，我嘛是共款的，有头拄仔讲的，就是会去想迄个问题，就是真正阮去的迄时间嘛无足长啊，所以我头拄仔伫咧分享的时阵，才会去讲，敢会当较，就是互即款志工，就是较有系统。系统诶，对，就是我家己咧想讲，若是会当甲每一个去的团体，就是做一些连贯嘛，就是大家要看座位安尼，啊，毋过恁甲其他的团体敢有配合？应该是无。对啊，就变做安尼南山学。对啊，这是我迄是我家己有想到的。就是可能的所在对。因为我就头拄咧想讲，你讲迄可能就是遐起只头，互伊有通对安尼。啊，我是想讲，你就头拄仔讲迄设备就这边无十层就歹，啊，我是讲这是要安怎刷出来？其实我想要提供我的一个想法啦，因为我感觉这个问题伫咱台湾，不管是国际的即种志工，还是讲咱台湾偏乡的志工，我感觉其实拢有遮的议题会当来讨论。啊，我的想法其实就是伫，因为我嘛有咧做即款方面的志工，我感觉有一个袂歹的，就是互学生啊，互囡仔一个榜样。就是，互伊会当模仿，就是互因感觉讲，哦，原来因有人会想要来甲伊陪伴伊啊，还是想要来教伊物件，就是迄种真好的力量会当传互遐个囡仔，啊，互遐个囡仔感觉讲，哦，原来即个世界也有人
会想要来甲阮分享物件，也是做好代志。啊，以后凡说遮个囡仔受着遮真好诶，就是真好诶资源，会想要甲即份爱心传互搁较侪人。凡说咱嘛是会当安尼想。哦，算讲去遐食都盐分安尼。对。其实这伫阮的社团，阮来山顶这个社团嘛有讲着的，就是像阮来山顶嘛，啊，就是互囡仔知影讲哦，原来哦，嘛无一定讲互伊感受到即种的爱，嘛会使互伊感受到讲哦，原来大学到底是咧创啥物啊？还是讲恁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是咧创啥物？互囡仔有搁较快的眼界，安尼。哦，我的想法。哦，咱越南问下嘿。啊，张如嘛会使补充。其他人讲佫有啥物问题？大家嘛当甲你的今日听到的想法啊，还是佫有其他问题想要发表的嘛，当放伫迄个白板内底，互咱今日的四位分享者拢会当看吼。再佫问一个，敢有人有问题，还是张如想要补充的？无吼。好，感谢今日四位讲者的分享吼。